我嘅名係 Giselle，我哋今日講嘅故事就係亮亮上學去。今天是亮亮第一天上學，他又期待又興奮。咦，有個小朋友哭了，是不是找不到媽媽呢？亮亮心裏想，小鹿媽媽在這裏。亮亮看見有個漂亮的阿姨着急的揮着手，我的小熊，借你玩。亮亮對小鹿說。這時老師溫柔的說，我們要玩遊戲了，把玩具收起來。亮亮把小熊放進置物櫃，然後和小鹿手牽手回到座位上。亮亮，我好想上廁所。小鹿又想哭了。我也是，但是我不緊跟老師說。亮亮也很着急。老師說，想要上廁所的小朋友一定要舉手告訴老師哦。亮亮和小鹿鬆了一口氣，連忙舉手，然後跑去上廁所。放學了，亮亮一直對媽媽說今天在學校發生的事。拜拜大家，我哋個故事講完啦，我愛你，拜拜，多謝。